3D 打印技術嘅興起，被視為係新一代工業革命。咁喺軍事科技方面，又可以帶嚟啲咩嘅改變呢？美國軍方公開新片段，首次試射以 3D 打印技術製造嘅榴彈發射器，有望提升武器嘅研發效率。佢嘅設計參照咗美軍現役嘅榴彈發射器 M203A1， 但製作過程就有好大分別。因為佢係美軍第一支用 3D 打印技術製造嘅榴彈發射器，除咗彈弓同埋緊固件之外，每個零件都係用 3D 打印製成。當中個別部分因應材質需要用到特別嘅打印技術，例如鋁製嘅槍管用咗激光熱熔式打印，將金屬粉末加熱融合成型。好處係槍管同埋內壁嘅膛線可以一次過成型。美軍將呢一支發射器稱為 Rambo， 同電影《第一滴血》系列嘅主角同名。不過其實 Rambo 喺呢一度係個英文縮寫，意思係以快速增材製造嘅彈道武器。唔單止 Rambo， 連佢試射嘅40毫米榴彈都係用 3D 打印製造。不過榴彈係訓練用，入面冇加到炸藥。今次軍方一共試射咗15發，事後發射器嘅部件並冇耗損跡象。軍方表明，用 3D 打印榴彈發射器並唔係為咗節省製作成本，而係旨在喺短時間之內製作測試用嘅武器。例如而家為新武器製造原型，一般都要幾個月，但係今次印一支 Rambo 只係用咗75個鐘。將來用 3D 打印製造原型、修改設計作測試都可以好快，有望大大提高新武器嘅開發流程。